嗨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轉來，本來好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嘅照教呢，我唔知乜事，我再擺掉掉嘅眼光了。就人等下把那個找出來是種啊哈。啊，叮咚，哆來咪啊，哆來咪。哆來咪。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咧，就講下怡保咪使做話題啊，我咪講怡保啊。因為這禮拜我睇介紹特別嘅變性。特別嘉賓，我來陪下我。我特別嘉賓呢，就是老椒毛毛菇歡迎。Hello。毛毛菇啊，第一個幫東幫西，幫東啊幫西，幫西幫照嘅時候。按咗點是話嘅呢？英國點咪點啊啲幫？要冇片講片講，不能當差能見講講嘅喎。你嘅成日人呢？sorry，因為麥克風好係so sensitive。OK，各位聽眾歡迎啊！我來唔來嘅直播？แล้ว第一嘅嘉賓咧，就是我試過煮先。繼續。แล้ว我第一嘅嘉賓咧，就是老椒阿涵。嗨，大家好。喂，你媽媽喂，有啦。我咪直接是 on 呢，你咱嘅特別嘉賓毛毛菇。แล้ว個第三嘅嘉賓是朱隻條嘅，英國條歡迎，英國條你煮未？大家好。煮未了？我去殺鹹蛋豬，我俾豬盤嚟做沙律。哦，這我知啊，唔是。啊，我知。哇！就 Western food 嚟。到英國就 Western food，但係知到英國佢食 chicken chop。因為我希望啦 ，actually， 我希望真係佢食 Western food 啊，咱 Malaysia style Western food，係諗諗係 Western food。แล้วก็老椒豆嘅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老椒哆來咪歡迎 Hello，我是唔是就俾人哋看本我冇事啊？喂，鬼換啊！誒，不打，咱唔講毛毛菇嘅事啊！嗱個誒，各位聽眾歡迎老椒。係啦，嚟過你看。OK 啊，不打誒你拜兩啲嚟時，咱個時講毛毛菇嚟，咱講個老椒，咱個咧健康啊 ，OK。然後佢有老椒火車歡迎。Hello。然後我開始就講，個當佢咩老鮮椒變老椒鵝腰，所以我歡迎鵝腰。Hello， 大家好。好啊，好，然後個有特啲Skype 合併嘅大粒頭歡迎。Hello。阿 John，你咪未記日本雞嗬？真係四線啊，你大粒頭。四線咩？啊，你話佢車喎呢？特別你較早嘅話車嘛。OK， 嚟，然後個有日本鏡，特別嚟聽你冇講話。你特別往時一啲外口時間呢，就是要冚一聲嘛。喂。當見當在這邊說往好，頂到好，這裡係幾線路獎品嘅時候，這裡讀過嚟，讓不到嘅使叫毛毛菇嘅名。嗱，面係佢第八度，我嘅嚟 check 就是毛毛菇啦。哎呦 ！OK，這裡禮拜咧，我咪講未定季節，咱錄音唔是咱講到唔知去怡保嘅食物件，佢就講就知啊。然後，哎呦，我咪講先啊，咪 OK。有兩代志要講頭一代志，就是講酸菇嚟啊！特別而家學嘅冇講政治啊，特別係酸菇是特諗就酸啊，所以有見呢個酸，住人會有多掛坡誒，冇咯，嗰陣時我嚟食，讓得了到啲本地嘅了嗬。挖波。冇啊！你有糖酸哦。阿涵，我糖特別我冇對起。特別你碳酸啊，阿面你有酸你叫咩啊？馬來西亞叫咩啊？豆條。
啊投票特別 lose 按照 lose ，boss 哈哈啊，哈哈，我驚哦，我驚人話哦。特別冇我做講起妹姐 MC 哈，算了，係啊，我做妹姐哈。咱若是在外國登記在外國嘅人哈，你成是愛去 embassy 去 register 掉，好แล้ว等投票嘅時候，佢要去要一個 assign place 啊，等佢去邊投票，แล้ว一 post 過來馬來西亞，是唔是有安尼款嘅物件冇伊人？for long term 啦，long term 嘅人啦。今年是伊人，你愛 register 甲 SPR register 講你過年內邊有對來馬來亞more than 30節年紀，你就你就會使去算咯。特別呢，我會買互我做，因為伊講伊會換我嘅票。哦，是講一件講嘢，我掉換票，所以咁晚買嘢呢件，咁晚買變咗鬥卡超嘅啫。啊。OK，anyway，咱路人那是有算，咱拜幾禮拜嚇？拜三，個幾號？拜三，哦拜三拜三，我頭知道拜三啊，特別個人做。我第三到第四到了。哦，等做 public holiday 啊，特別嚇。confirm 了 public holiday。哦，OK，แล้วลองอีกทีส่วนกูอ่ะ9月9號啊，Wednesday。我嗱就探晒啦，9月9號，哈，冇可能啦，唔知啦，哈，個人呢是唔知，其實算กู都就是大即淡布隆一啲啊，淡布隆話邊隻夾淡布隆？對，แล้วOK，แล้ว就出邊echo 下，你大媽講話是住嚟啊，大媽講話。大媽講話你是哆來咪啊？嗬，大媽講你算估安怎去經嘅？哇咯，我有講咩？不唔是，我唔是講你，我講你是住，你就是講話是住。大媽你是講你算估嘅是如何？啊，我有講到。OK，แล้วก็有另外第二條咧，就是愛好阿下100萬。I 好你就不要好我性。係。我個半啊你。燒清明燒春節節喎。啊啦。喂，係。你我被講咩嚇？哦，第二條就是早佢就叫老西啊。我講老西是隻話掉嚇，我講過啊啦。我唔是拜拜啦。嚇？咩物件？阿涵？唔是講過啲地拜啦咩？我講崩西唔是講老西，明白？我停差咗啊！崩西你崩。你是唔是愛講伊嘅 texture， 講伊嘅味素咧？是哦。冇咧個人就假，你身軀人就冇成個你掉是。伊正經。啊。伊給冇賠。假了你是對幾刀應該係咪幾刀佢就抓。Anyway， 那個反正講，即係內第二講有代人講醫保事。我俾看看，咱嘅節目就到啊，咱是個頂一禮拜加一個 extra episode 幾告訴我。bằng cái咩？啊，唔係啦，之前bằng啊，咪是下禮拜咪是bằng咯，之前出嘅事咪是bằng咯，下禮拜。即係 OK，但我咪看完兩隻頭就算嚇，咁樣算命啫。或者我咪看正，人哋講，我哋看到兩隻頭是，人哋講住人，住人拜去住人唔拜去嘅醫保嚟講，你講你名先。我去過。哆來咪捌去過。報嘅本圖。頭就是我去過推車我去過。我捌去。捌啊。像哦。OK 啊。但係幾多人去過啦？係咪唔捌去嘅出聲啫？真唔捌去。
大了头有去过，大家台湾去過，咁人冇去過，OK，然後，聽到當然講啦，到底你會記得頭一擺去報是幾時哦？你該就死下了。過年節安尼看咯，對學堂嘅 bus 去嘅咯，哦，講話，對學堂嘅 bus 去了去迄個開發迄個，哦，巴都開吧，唔是啦，巴都叫做哦，台北啊，冇你霹靂三寶洞霹靂山，三寶洞，不，霹靂洞，霹靂洞啊，霹靂洞啊，霹靂洞，啊，霹靂係咩事啊？哦，北啦嚇，北啦北啦好啦，Perak home 咩？霹靂北啦 cave 啦，北啦 cave，霹靂嚇，霹靂是二波，我哋咪想講是 lightning 喎。嗱，你唔是個李剛咩？李剛坑。理工理工乜嘢啊是唔是有？神殿冇啦，冇叫理工嘅啦，神殿。神點係咪是霹靂？霹靂 lightning 是 OK，thunder 咧？難得是嗰個拱打雷，啊，你拱頭啊！啊，啊，去霹靂洞。難得是之類啊，啊，我叫霹靂啦。晴天霹靂，誒霹靂。哦，晴天霹靂。啊，OK，我在做時你講霹靂是鄧偉咧，晴天霹靂。啊，แล้วก็去食油啊。因為霹靂洞是唔是裏邊有硬鋼嘅？是霹靂洞咯。那邊有特入坑冇，特入坑冇。那邊有一個佢哋 statue 是那大嘅，then 有四個 heavenly kings。then 有伊個觀音嘅 altar，then 伊有地藏王嘅 altar。哦。and then 有個兩個我無咩，有一個就是真係一個手嘅，但係唔是觀音嘅 ，if I'm not mistaken。了個一個就是手佛咯。超闊啊！彌勒佛。那邊部的。這大粒 Then of course 有迄個十八羅漢嘅 altar also。啊，來妹。妹。你見家去呢時候，做咩事？你會 describe 個安尼清楚，你過去來我聊下咩物件？我去嗰邊真係知道嘅。哦，你上去嘅。我對內2015嘅時，我去嗰邊知道。哦，OK。嗰大粒頭嗰一個坑喎，叫極樂坑啊！是哦嚇，極樂洞啊。 The rest 嘅了我唔捌去啦，但係我 every time 極樂是先呢？ because 我去白樂洞嗰邊係拜做物件。哦，是啊，我係講嘛是啲白樂洞。拜做物件。你講啲白樂洞係咩？啊，伊個位哦，伊個靈位哦。哦，真係喺多邊啊你。啊！你兩特別要去嗰邊學曬啊？啊，特大啲清明去哦。我今日要去哦，誒冇都冇啲。我冇去啊，伊人啊，我係出來人有去哦。嗯。個一個我知有下面有人去啦，伊就是一個 cave 來，一個紅光景觀來，伊那邊有一個 pond 嘅迄種誒。哦，你是最低啊？伊最低，伊個 water 真正清，真 clear。哦。特別我袂記名了，捌去一道。OK，等陣我俾個人講正嘅，這裡是我看到我阿妹物件，我 adjust 嘢 brightness，我看到開屏嘅嚇，俾他控到在上面哦，按控制。俾他控制咧，這是邊啲學見嘅YouTube 誒 counter。哦。然後就是講到這邊看人，我看 live 嘅人有，我 post 咗未啊？我是未記 post 過啊！我 post 到 YouTube，冇，I mean 我 post 啲 Facebook 有冇啊？啊冇樣。
我講咩 post 喺 Facebook 喎，我袂記。But anyhow，到啲 Facebook 啊，不到啲 YouTube 我看掉啦，那是講啷啊未 subscribe 咧嚇，啊是驚你 subscribe，你哋看 number key 啊。當佢看別啦，搞看看啊，因為我頭擺 post 就得落嚇，然後個白你個白你本啊，想要不上 Instagram，哎呀，我袂記係邊咧學嘅 Instagram 嗰啲病。Instagram 會使你看 key，然後呢，就我去你講一波性，我到底 post 別記 post 啲病，所以那是看到 YouTube 然後落去 subscribe 個啊，即係 subscribe 啦，哎呦 ，subscribe 啦，你到你都看啲 number key 啊，即係key 一個人迄個是我嚟。哦，耶！一個蛋都多個兩天了。OK， 乜得得，乜？Stop it！ OK，即係特別上面我一波下掉。OK，我等把 publish 去嚟啊。OK，嚟接條講。講咩啊？嘟就 keep 住你啊！所以我直接我會 subscribe 人嚇，keep 邊嚟學嘅人 subscribe 啊度。邊嚟按係咧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 Podcast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 Podcast 咧，去 subscribe，同埋一齊 key 啊，登住嚟啊！誒直接讓我會直接接嚟時，佢就登住嚟，佢直接登住嚟。OK，嚟講啲一波，咖喱味第一好食。講。加菜雞。哇！你這係咪假？你我俾講佢你本，你邊嘅你啊，你一個你要啊？講咩鹽焗雞啊？鹽焗雞對鹽焗雞。誒，你諗椰河飯、雞絲河飯。你真係啊！你讀了只係落有落鬼嘅咧，就咧。有落鬼，我咪讓暑假，讓只小到一波，讓只小到係咪假？係咪假是 iconic？ 係咪假？你只小到一波。雞仔餅。冬菇條嘅咖喱麵。個仔隻。我講一個 ，OK， 我講一個無字啊。啊，到底咩？我暑假一波嗬，你若是 before 你入湯嘅時，你過一條河了邊咯，邊個了是潮漲潮咧，參起阿無老嘅。雷人，我想有。迄邊真正水，伊空氣真正好，我真正係愛邊嘅。before 你到湯嘅時，呢條路。我想到有時食嘅物件了。楊紫瓊 Michelle Yeoh。哦，唔是這物件咧，唔是這物件，別人想到咩？我是想到你咯，你。我想到的是有雷嘅。有雷？你想到是有雷人啊？一波人第一會曉做飛機嘅人，嘛有雷人。係啦，我是想到有雷嘅人。伊是講上物件咋咧？伊上個because I think it connection 會唔好事。想到有雷人係咩事？講係咩事？做咩事？嗱 ，OK。我細漢咧，我真正細漢啦，無講係會曉時我去怡保嗰隻family 帶去時候，我對我嘅印象最深刻係講，因為街路介坐摩托車，介坐換摩托車車嘅人，所以成變咗。為想講，有怡保人就細漢時啦，對啦，唔對啊，有影無影啦，就是。古早可能有，唔過古早是寫美曲嘛。啊，對。對哈，第一波我們想去寫美，特別我想到是想到你暗坑，想到你在要去教時，你會看到伊個 limestone 嘅 ，limestone 是叫咩啊？我別記，別曉 limestone 啊，後點個不來。limestone，成個我都不容易看你坑啊。batu kapur。batu kapur啊，伊你看啥？一粒糊起來，你看你。一粒一粒起來咧是伊。石鐘乳，是哦，咱講是石鐘乳哦。石鐘乳是山來，伊是山來，咧伊是成個伊是batu kapur 嘅山來，咧一粒無啦啦，即係 flat field 定伊鋪一粒起來嘅。OK。怡保伊人講啊，是馬來亞桂林來，你知哦。對，迄邊有一個地方叫小桂林。
伊本是有一个卡，有一個一行一段線路，係了內面真正水嘅。因為伊有水啊，有水啊。是巴杜卡波啊。哦，曉得了，嗰一個無關係嘅只係。等陣我特別嘅另外一特別嘅邊冇錄過嚟。我啲都歡迎。Hello，叫咩英冇識做？我嚟接出嚟會。感謝。แล้วนั่นสิchat room นั่นสิมั่วแล้วสิเหรอลองขอเดี๋ยว YouTube สิมัน chat room นั่นสิมั่วเราไม่ทำการอะไรก้องเลยใช้ผ่าหัวตัวดีอะไร Skype ไปเลยแล้ว Skype ไปเลยลองจะทำตัวดีSkype ไป message หัวแล้วสิว่า call อ่ะบางไม่ใช่ call ว่าไม่รู้特別你使 call 啊，陣時講你當我隻股啊 message 我隻股啊，我個無插入嚟講，入面所冇看到你 message， 你個就係 call 我隻green 隻咧是我個拍對佢。OK， 嚟講到啲二波。無關係只係就是去不當。咩叫不當啊？當不當是 border，而泰國嘅 border。你唔是都係波啦？二波。不當是是啦，是你去看咩？你冇睇做咖啡啊 F9。Sorry， 我讀三四，我冇睇做咖啡。做咖啡到pomtree啊，你咪斷話。係啦，波啦，你是斷咩啊？你巴林過去嘅隔壁誒，北島呢，Perak 誒，under 佢Bengkalan Hulu 嘅。ที่เป็นไงอุ้ย เดี๋ยวไปร้านสิอีโบไหม อีโบสิเต้ามาร้านต้อง ก็บุกวันแพ้พี่ลี่มาถึงได้ต้องไปสิอีโบเราเสียงกันหรอ冇啦冇估能講อีโบ啦OK 等陣就是諗每個咯 confuse Perak กับ Belize 定當時冇喎冇啦Lu à，你講話。唔是，我同佢講活動乜嘢？佢令到啲 para 誒。哦。是。咁啦，冇啦。活動佢令到啲 para 啦。活動冇簡單啊。哦。梅士呢？冇，我去過，因為我去過活動，我過去大連嘅嘛。對咯，嗰時我一時多去巴林嗰邊，我去咯，去過啊，先嘛到Bengkalan Hulu是 para 誒。有一個島呢，白來島，我個家行人波就搞不到。所以不得冇講咩人講。不當是唔是白啦？不當是唔是當？不當是白啦。OK。會啦。不當是白啦。是不當哦，是叫不當哦。spelling 才是香港的巴哈姆。唔是巴哈姆的不當啊。唔是啦。Isya Betong is a town in southern Thailand. Near the boundary to Malaysia. OK， 兩個人本調，當時講一個人講一波，等於一直講白啦，條就是出去啊！是喏，天天聽說講嘅啦。OK，next。不要叫佢講媽媽個，直到佢講一波。嚇，愛講係咩物件？一波有 Jasco。馬來西亞邊冇 Jasco 咩？冇啦，伊頭一個 Jasco 都喺邊嘛，喺一個 Mid Malaysia 啊。哦。伊到到啦位啊，伊到一波 Garden 頭前嘅嗰一間我會記，細漢嘅是點去嘅。對。哦。頂住，我冇啊！我只條摸到一波俾喎，我頭前條摸啊！我俾佢這條摸到第一波誒。我是這你新嘅 bus station 叫咩啊？新嘅一波 bus station 係咩叫咩？一叫咩唔知咩 ？City 誒，是我未去我未記喎。一波 bus station 啊 ？City 嘛 ？City 咩？No Haliza。City no Haliza。唔是 City 啊，叫咩啊？你諗冇人知，一波 bus station 嚟啊？你隨我只講差嘢哦。
阿曼仔啊 ，sorry 唔是設定到係 Lisa， 唔是，仲叮當阿曼仔啊，坐巴特特擺 transit 二波，呢度是接阿妹來嘛，你記哦，叮當人坐巴士，你一停啲阿妹一嚟細細嚟巴聲就嗱三隻是三巴，你迄邊是水巴 stand 咩？我本未曉本咯。誒特別叮當嘅冇成，叮當當劍仙呢個是阿曼仔啊，叮當故事嚟啦所以是啊，有俾我我俾我啊，我是記係你賣點係點經濟大徑賣點對邊嘅阿曼仔啊，係即巴士車站嘅對面嘅。俾佢住就冇啊！我聊到問價票嘅。OK。一波個幾哪裡冇關係嘅節哀啦，是 Lost World 淡本 Heaven 一波個一個叫 Banjara 呢 Spring 哦。Lost World 淡本是一個 water park 嚟，theme park 嚟。係咪？即係一個伊 castle 喎，有講有 Candice Castle。啊，我未去過啊，我未去過啊。我去過。巴杜加扎啊。Tanah Merah si Ipo ha, sorry. Tanah Merah atau Kelantan lah. Bola ang Thokam lah. Tanah Merah atau Kelantan lah. Perak si Tanah Merah. Oh, city tapi langkong ka kui city. Kui lai Ipo, langkong ka kui. 咱去普羅去，咱去普羅。上啊，即係老啲係普羅。這是一波嘅普羅。誒，OK，講到對。講到啲即係個怡保係咪？我定知其實我冇去過頭一擺去。我怡保嗬，我就係啱到怡保嘅，都人無久嗰時去啦。去巴杜加扎啦唔是，我定搞細漢時是去巴杜加扎當劍道。係邊個？哥達。我啲巴杜，你先講巴杜加扎唔嗱？巴杜加扎邊有一個有一個誒。伊唔知咩，伊成日有抓咧，有磨牙，有一位嚇，我叫，咩 crocodile farm 啊？有咩？嗱，我冇去過巴杜加扎啦，唔是波啦，巴杜加扎啦 ，because 巴杜加扎伊波冇講真會嘛。但係我俾講咩嚇 ？Before 講 crocodile farm 嘅事 ，crocodile 啊 crocodile， Batu Gajah, kau lihat angka. 嚇，我去找我 uncle 嚇，當劍士，哎呦，未記講咩啊？是啊，講咩事啊？Jadi kau lu cari angka mah. Kelly Castle，但係我講 Kelly Castle。哦，咱有會記伊波有一個醫學款啊，只大誒，伊只大粒嘅頭頭嘅。有咩？有咩 ？Oh my god，能唔能知啊？唔知。嚇，應該點知？你把你叫，韓國有吞嘅。醫學款，誒，你這是 salad 咩？不，這是梅加，豆魚白加，平石，沙律梅加，菜加蒜頭。誒，你個幾隻人呀？點樣子？你話？我家在隻人呀。你買咧？我買對呀。特別個攞禮拜我都已經做依啦。好。我未攤投票。哦。我未 register 啦，我冇 register 未，我 register 未，都未。即係你會播講嘅學頭是問兩部嘅時候，啲超嘅對。咱特擺買條餅嘅，然後我本有好嘅薄麥佬特擺咱買。有啊嚇。有啊。誒，做咩數有啊？是就第一步係咪在下？我小伊朗 bear 有真係借伊朗嘅薄麥佬嘅魚嘛。哦。It's because of Ilang is soil. 啊，係咪而家獨立頭應該要拖啊？Ilang is soil. Its soil and nutrients is suitable for palm. 哦，等陣你講你學講嘅話，係咪你學用學嘅話講？河，二波嘅陀啦，是客仔。陀就是陀，客在客仔即係水
阿咪想要煮啊，有啊，等住你講冇等了。做乜冇啲數咪？攏唔知到底醫保啊，攏知冇單事啊，一生出來是生油啊了，伊個頭。而家咧，嗰行咧就是伊個油啊嘅高地方。高地方係咪？伊裝啊！伊裝啊！伊裝伊蒸個蒸啊！了咧是愛水查某賣，伊排水水嘅啲 highway exit 迄邊。嚇！伊排呢塔起來嚇。啊！油啊，係咩嘅？油啊啦。嗯。啊，特別巴士行站時，後面都有油啊賣啊。冇樣了，在路去隻位嘅，買咧擺在餅啊，買咧魚啊餅啊。真係最貴啦。然後去做每時候咧，多啲行車幫手啊，嗬，喺下邊講到攤commission。嚇，我哋近沙誒嗰邊行車嘅會真係最貴啲，人特別賣油啊，賣榴蓮，往來佢。哦，我覺得這樣個多個人係係 mistake 嚟嚇。係啦。我唔知。我成日估啊，我吃會第好料嘅啦，你特別落去哇，伊會講，然後有一個老人賣榴蓮嘅，哇，伊榴蓮真好食啊！我根本去估啲嘅路邊嘅。哦呀，伊隻做裝係咪裝嘅榴蓮酸榴蓮係咪？榴蓮甘榜。哦嚇。榴蓮甘榜好食嘅麼？好食，我頂就有食到榴蓮甘榜。一定就是我捌去，咱成講捌度假站啦嚇，你捌度假站是伊波 outskirt 嘛，然後我捌去，我捌去啊，我捌去，因為我 partner เป็น班是做按摩病嘛，哦，然後伊規世界上拍嘅時，了嘅時，伊人個了來去馬來西亞去拍伊嘅按怎講啊 communist。我講，其實拍特別伊無對伊人，咁了伊朋友來這邊，特別伊人來這邊咧想拍個戲，所以伊去伊人嘅幫去做。吹掉。啊，但係佢就邊有一個按摩病嘅幫咯，所以我睇要邊去對人，哇，伊好啊！伊吹掉啦。啊，所以邊個啦？哇！แล้วเราคุณสิคิดช่วยแกลิสกาสุเล็กสุดจะ好聽啊！我冇聽過未記啊，唔知因怎，你是佢可以播係嘛？其實我聽啦，伊可以播，伊播唔是阿摩人，伊播是波圖嘅人，然後呢個波圖嘅佢做成你，伊有一時在潮靈站啊，伊有。伊在潮靈站有真係隻潮靈站嘅會，特別伊波圖嘅佢做成呢一件事啊，有啲伊著 malaria 伊死去啊。哦，死去แล้ว就被起個被 complete แล้ว被了啦嚇，被處理了，所以呢，嗰啲教授就冇了啦。你放了啦，特別我冇聽過人講樣是，佢那刀樣直直被被做到對個接掉做咩直直做未成啦。咩啦，冇講。伊係你擺佢啊，呢塊，伊係擺佢，所以就擺即係人後尾自己講啊。誒，你最棒勁喎！聽到我捌去，攏去是攏着迄有去叫啊，袂係是攏去是佢着更加最準。去叫啊！叫啦！你行過叫。頭是着最準過啦。對啊，因為根本冇個弱化。係啦，特別你咪是着過。有。那弱嘅方式啊！人講啊。人講都有一單咯，唔知樣啊。冇呀。你有一個 Astro 嘅戲，有時有講伊人吹鬼啊，伊人是唔是有去凱里卡斯啊？應該有咯，應該有。我哋講鬼嘅。
我咪去過，我咪去緊咗，我去驚，我個驚個。我去伊個 wine cellar 就去 wine cellar，我去一人。哦，我不去。都去啊！我無內面無，我其實無咩人嘅，所以我叫喂。我叫啲靚嘅，我冇叫啲靚佢啊，成個靚。啊，所以that's why 做 wine cellar 就真係啊，然後一路講起啲陰暗咩，特別怪大啦，即係內面啲房間嘅咧，就即係內面。我叫我 camera 個有佢叫咩infrared 嘅 camera。video camera，我見你而家喺度看一講咧，看我係 viewfinder 咧，看無人咧，我跟住去。無貴，對處是看有啊。對好像都加一人咁樣。點？infrared 嚟看到啊？跟你講。我可以看到鋪來鋪去。當劍人無驚睇啲卡色啦，人去教伊嚟時候，伊嘛假了。一個咩個白一個一波有三位來滾。三位來滾。一波嘅 Lost World 淡本伊是有溫泉嘅，有 hot spring 嘅。哦，對。特別咱去有一個hot spring，頂當時陣時去是唔是到一波啊？我其實差唔多我一波呀。睇你是80啦，是哦。伊即係我係你去咧霹靂東啊，喺呢位霹靂東啊冇話叫咩？雲南叫。白蠟檔。我想講是大冰啊，唔是大冰啊 ，hot spring。哦，maybe是大冰啊 ，maybe hot spring。hot spring 咩？我唔明聽話我大冰是咩 state 啊？大冰，白蠟。我 geography 興是啥呀？南西咪是大冰嚟冇？南西冇嚟啊！南西講咪講係你 instant pot。快點講 instant pot 先過嚟。แล้วOK，別人講一波先嚟晒講食了。耶！落回歸嘅雞絲河粉第一好食。嚟講係咪落回歸係咪？落回歸呢啲一波嘅古卜間迄邊，我唔知蝦米炸爛蝦米，我知伊啲。你叫做咩？落回歸。歸係咩？居住嘅居，是哦。居住嘅居，鄰居嘅居。แล้ว係咪雞絲麵啊？雞絲河粉。雞絲河粉，好有。唔是芽菜雞咩？芽菜雞是老王，啲牛杯啊，牛杯店。老嘟。這是唔是我你二奶行嗰邊嘅？唔是，二奶行是江興。我係想我就一條路嚇，一流出嘅了隻水嘅係咩啊？二奶行咯。唔是，一大嘅咯，唔是你阿妹來。你成日人邊啲嘛是我哋 colonial building 睇到有冇有咧？你幾嘅咯，唔知喺隻攞咩攞啦？唔知叫喺邊攞啊？但係伊人講是古巴薩啦，古卜間古巴薩啦。OK。你人知無？一出名一大酥皮有湯嘅物件，我唔知是古巴嗰條湯嘅是蝦米。有一個人真係出名嘅，是咋講嘅是蝦米？叫我伊領，伊頭先是做大生意嘅，แล้ว伊談達到了，伊幫伊嘅生意啊，伊開一個小販嘅檔去賣一個牛肉粿條湯，然後真正好食喎！你話有冇聽過無？即係頭家人啊，即係頭家人是打倒來啊！伊真正伊本白馬地，咁樣係人伊做生意做個賺個真正濟鐳了，伊幫伊嘅生意去開出嚟小販，伊保平。伊有 YouTube 啊，伊 video 有 YouTube， 伊講啊，伊開小販因為伊細漢嘅時，伊會去食，甲一個老爸嘅人真正好食，了伊
他这里老人讲我聽啦，煮安怎，每來老人講你聽喎，啊未死時啊講你聽了，伊家己帶伊 secret 啊，伊家己想法用伊老人嘅 recipe。你學伊 secret recipe。所以他那想講伊 perpetuate 這個老接接落來去賣喎，賣個真正出名，佢真正好生意。伊可能看伊厝啊，伊規家啦有伊個大鐵湯啊，煮嘅湯嘅，伊個滾伊個湯料哦，食了伊個鍋本上個伊咯，滾真係四人粿條湯嘅湯，我唔知是粿條湯，還是麵線，還是蝦米，我唔知。哦，我未記得，特別有啲一波嘅比較出名，你問一波人就知啦。阿涵知哦。唔知。叫你大粒頭嘅人，大粒頭都叫我看你什麼嚟？誒，都是白啦啦，捌食過。我唔捌看到因本來有一個 dish。哦，叫做咩？你講看叫咩名？我可能看少。我唔知叫啥物名。哦，無你亂咗叫就話去食是，我去食。我頭一刀食到嘅。你叫係咪？這是你過來嘅，你啊？大空包是不是？你過來嘅落地啊？過來嘅落地。過來嘅落地好食咯。我唔係食過喎。係啊，用白嗰啲落地甜淡薄嘅。啲民眾食嘅是唔是？啊，大粒頭。我唔知，即係都是人傳我出去食嘅，我 just 去嗰邊去食呀。所以這個是伊一定是白白抓是伊過來啊。伊會抓來嘅，咯。咖喱嘅是包到內邊嘅。係咪伊落地？哦，伊落地包規個包嘅抓到入面。OK，伊嗰邊都是規粒都是落地來。所以你白伊嘅落地，然後伊那邊有出嚟。哦。paper，你開 paper，都是那邊伊嘅落地。哦，安尼。所以你 cut 伊嘅咖喱雞出來，你食，then after that 是伊嘅 gravy，到啲伊嘅 white paper 那邊。哦。所以你白伊嘅落地。咱叫做咩啊？咱叫做咩名？一般人叫。咖喱雞麵包。哦。嘅啊，哇，好料咯！我一直會食出名嘅，我唔係食過。一個刀，食出名嘅話，一個我所未記嘅，一刀是係咪啊？只係是個餅還是金巴哦？金巴嘛，你知咩叫食？就金巴是主要一個落地是金巴嘅。哦，係金巴有一間店，係講呢邊一個。啊，對，金巴有一間 bakery，有做金巴 chicken biscuit 嘅嘛。哦，雞仔餅啊！哦，雞仔餅是金巴 chicken biscuit 啊！你唔知咩名啊？冇記嘅啦。係咪阿本是金巴？係咪亞波雞飯啊？哦，呢個龜條湯嘛是亞波雞飯，唔是亞波雞飯，龜條湯是金巴嘅嘛是金寶魚蛋飯。哦。我不去過，我不去過宜蘭行定住是。出邊有宜蘭行啊？OK 的啦，差唔多咁邊冇咩，唔知啊。I mean，我自己看是伊嘅歷史聽好聽係咯。講嚟歷史。你知其實呢個宜蘭唔是真嘅宜蘭嚟，你知咯？唔是查某嘅宜蘭嚟，是阿平嚟。哦，伊可能去做阿平嘅啊。啊。伊人嘅姨奶就是阿片，唔是真嘅姨奶。哦，I see。我明白了。姨奶是咱無有講講福話人。姨奶是成日食姨啦。然後伊是講伊唔是真可能燒死伊嘅，伊是下邊可能去做阿片嘅。明白啊。你做乜去讀嘅時？我睇意思要解釋啦，冇啊？是 internet 講嘅啦，嚟伊人講嘅是 concubine lane 啦，但係伊其實是鴉片嘅。
艺術啦，艺术啊。哦，我頂住我其實我無，我就是個就小英文到底邊去？我若是講，我會記我去迄邊看嘅時候，我讀嘅時候我無讀到講，伊是即個阿片，maybe 即是無人甲講係什麼，因無 advertise 嘅可能。哦，邊。Tapi東京真濟 hipster hotel 啲迄邊啊。攞就水哦。especially 迄個十個邊江興啊。阿邊係咪嘅？十個邊江興是。十個邊，你知十個邊是一款嚟真 hipster 真 deconstruction 嘅 hotel 嚟伊嘅。了，伊是真正 industrial 嘅伊嘅興，伊啲江興嘅頭頂。Ya, kadang aku nak sekeping pun lah. 是咯，十個邊Serenda，十個邊哈咪，十個邊江興嗰啲波。哦，江興是有啊，伊個老厝啊。江興是一個店啊。咖啡店。我成個是有行過，真的。我有行過，伊啲Yasmin Ahmad 嘅 exhibit 隔壁呢。哦，我冇看到 Yasmin Ahmad。我頂住看到 Yasmin Ahmad，唔是看到伊啦，看到菜。我是看到伊個厝，喂，到人教伊嘅時，人經讓我看。哦。那到David Tan Jackson Ipoh介紹河粉。呀，呢是大石 corporation 嚟到嚟。哦。bằng夜間，你去煮一個介紹河粉，最咗出名。哦 ，maybe 是大媽自己講嘅啦。啊，你可以看 video。哦 ，video 啊？on YouTube。我講嘅迄個介紹河粉是我係媽high school friend 嚟，唔是喺邊大學嚟。哦，你講你買 friend 超成。แล้วก็มีกี่個อีโป嘅巴古德。哦，อีโป巴古德嘅啷個像哦？好像啊。安怎有咩特別？我知就是。要巴古。人嘅 parents 嘅 generation 啊，我知一波嘅巴古德真係 famous。哦，我唔知。แล้วอีโป出名。我諗未記一項物件，諗未記一項物件。Old Town White Coffee。哦，係一波咩？是แล้ว馬路是南香咯，南香嘅只拍只好只。White coffee 係咩嘅？Three in white coffee。kopi guleng 咯。我知啊，特別依個邊都唔是白。Three in one instant coffee 咯。我知特別依個 original white coffee 是依是唔是依 under roast 下？我依 coffee 是平常嘅 coffee， 我講係 guleng 嘅。哇，都係講嘅東西。是唔是依個 coffee bean 是 cold press 加 hot press 係冇相似哦？我未曉，我唔會嘅。冇呀啦，冇啦，做錯啦。哦 ，OK。有 something 嘅，我見是我去你多 coffee 你是多時人講我未記啊。White coffee 啊？White coffee 是可能係guleng 嘅，真係冇啦，冇諗 white coffee 是諗講 black or white 嘅。唔是。White coffee 是伊個 bean 啊，唔是伊個。冇啦，我冇乜看到伊個紙是 OK。White coffee 啊，你 kopi oil 是啊，伊是 brown color 嘅，你知影甲 kopi 係了牛奶嘅啊。嚇？係咪啊？你知like white coffee 啊，一波嘅 white coffee 啊，你就是啉。kopi oil 啊，伊是 oil 是 brown 嘅。
哦，但係是 light roasted 啦。我頂次聽就 YouTube 成日是 YouTuber 講成是，因為 coffee 是 because 伊特別 roast 是你 roast 你補你個邊是你冇補㗎呢啊。你是人哋茶是就唔是講啲頭人茶一個位置。你做啊？唔啦，我有包個聲啊，我有包包。嗱，我咧係你試。我睇我哋，嗰陣時係真嘅 white coffee 嘅迄間店，有去過燈籠，到底波呀？一隻人嘅嘛，一隻人嘅啊，伊嘅女啊是水㗎，無人有哦。這是殺女啊！殺女啊，湯女啊，瓜菜食女。瓜菜食女。แล้วอีโตที่โรตี頭頂แล้วก็有 sausage 加哇อีหออี波我想下อี波哎油畫啦，咱講油畫啦。雞絲果啊，雞絲果係咩？ジャンボ我知嘅ジャンボ。哦，對，伊是你是講係你瓜巴喲？啊，對瓜巴無籽嘅瓜巴。哦，哈，對。Rock guava，rock guava。係咪瓜巴？ Jambu batu 啦，rock guava。啊，jambu batu 對。哦，我係住行無人講嘅呢，嘅點心，一波嘅點心。哦，我日本白牌，安怎我唔係食過一波點心啊？富嘟的哈，富嘟的哈。要買啦，你冇食。對面咧，富嘟你對面食。哦，富嘟的對面啊。我冇好食到啊 kitchen 啊。富嘟係咩嚟？嘟山。嚇，嘟山。富之嘅富。啊。富山。แล้ว嘟山。山。OK，係你是咩邊嘅店啊？我是點心，哦，出名。我冇講咗好食。你個人本來有冇成差？啊。伊波個人本來有成差，點心？要俾係咪個人整冇俾？唔知。特別。是上話。哦。有陣時你真係時冇上，有陣時成日等隻會有別特別嘅啊，可能。伊波人講啦，伊人嘅點心較近香港嘅點心。哦。伊嘅味道啊，係咪啊？可能咯，伊波嘅係更當人。特別啊，伊人講係講好話，舊話人冇上嘅咯，舊話人 KL 冇上嘅。呀，安怎冇上？上個幾耐錢冇咪上嘅？2兩撥啊，伊人講1,000 2,000。啊！你是 cat 人嚟，可能是。唔知呢？了啊，嗰個蝦米啊無相啊！伊人係講話較近香港嘅啊。哦呀。較正宗嘅啊，是有影嘅。哦。有可能更當話嘛是有無相區。唔知哦。你就個人更當無相位嘅更當嘛？啊，是咯。入阿來嘅人嘛？入阿來是一波嘅人啊？入阿來是一波人咩？哦，嚇！我是所講。但是入阿來就是一波人，就唔是入阿羅。伊是入了啊？入阿羅。是啊。啊，入是講話。哦。入萬啊，入萬啊。即係一波是頂擺是功夫人家福建人小拍較亂嘛？哦，是啊。係啦，呢個古仔嚟歷史。係啦，入阿來嘅人小拍啦。哦，入阿來是梗啊，點樣？係山嘅義軒啊，係山。哦，哈，對，喲。sejarah，喲。我聽到係咪葉山？係咪葉軒？
海山，基軒嘅海山啊！海山，哇！我聽，哇！你人食咗解好呢？係咯，我聽不到我聽啊！我不到聽啊！我聽到。等住海山是福建的是功夫人。海山啊，應該是海山哦。海山宜軒啊，這個家佬是功夫人嚟嘛？啪！功夫人拍功夫人啊！一冇相當啦，冇相當。呢冇相當嘅哦。是啦。佢哋覺得功夫人拍冇相當，特別你講拍，有可能有拍乜啊？因是佔地盤啦，點樣？唔知啊。超成啲佔地盤啦，樣大哥大嘛。過來人超 BJD 嘛。啊，未超下坡。下庫。下庫啊？超地盤嘛，惡庫嘛。啊，對。哈，我是曉得一波啦，冇曉得你看到咩？去你 BJD 嘛呢？有嘢。去澳下。然後有真正。一係咪？冇，咱馬來西亞搭一個就出 BJD 嘛，是Perak 係嘛？แล้วอันจ้า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เอชุดนี้ไอ้ฟิลเตอร์สีปังสลังอฟิลเตอร์นี่สลังอปุ่นอุ BJD มาสลังออุ BJD มา actually BJD มาหลัง Malaysia is a major producer 啦。ก็有哈，即馬來西亞個有出產即個小哈。still 有特別伊個 still 有特別 right now 當今伊人 recycling 伊個 tin is much easier now than extract so 伊個 business a bit slow down I see okay但當今伊人 tin 當今伊人有大力 tin 伊人用 polyurethane 嘛 right in US 冇像 material 呢so 福建話是咩啊？金 element 金啊，丁啊，下 SIAH 下卡吹的下，是下，不是卡吹是不多是下 SIAK 下，這是下。你下還珠，下還珠嘅下，對，你下，係是叫批還珠啊？下多批啦，係啦，批還珠唔是啊，那叫下還珠咩？下還珠是架樓嘛，下是叫架樓。迄個是下，這個是 K， 啊，對，下你拔多落去啊，下還珠就是 K。下迄個是 K 哈。石牙石痕咗。石啊！你食大部分唔是你咪嘅石嘢咯。我食桂枝，我咪食桂枝皮，我佢石掉葉皮。啊，對。佢哋是黑車。你看毛毛菇一顯啊。OK， 我隨把你轉到你看。等我隨把你轉到。冇按照唔使講叫皮皮咧。會使你皮。冇人肯講。會使本，我是講你話嚟皮。我想冇聽過，你好皮有可能嚇較少咯，伊有可能是你嗰邊你到底啊？我就是講石，我冇講石，亂嚟嘛，地波嚇，石個石。我諗叫石蘋果皮，刮蘋果，安尼皮蘋果皮，諗叫石蘋果皮啦。嚇，對。石皮。特別人無像你，I think 是淡薄，你嗰邊是調住人者啊。對，參喎，毛毛菇呢邊人調住人濟啦。我應該是咩？叫話批叫係咩啊？叫批，調住話叫批啊。所以調住話，因為我見你是你參調住話講嘅時候，成個啷細你搬下，好你帶到有運嘅吧？你是叫咩？碟鏡。哈？碟鏡啊，碟鏡了，piring，了兩個別人講咩？piring 是盤啊，盤鏡啦，其實叫 piring 咯。盤鏡對我嚟講啊，piring啊，較大地龜，較大地嘅運導遊嘅。你就咱食錢啊，咱食錢嘅事啊。是迄個 teacup 誒，迄個盤咩？
係你隻sauce啦，sauce 啊對sauce 啊對，係對我係你是叫比零咯，成日隻 sauce 是你隻成個海底嘅時，你食啲可能你是比零。幫牛牙龜啦我唔知亂講，你那是講啊，我哋都笑話啊，我哋都笑話。效果當然效果。別人亂咗講你，你食青是食豆豉啊，你係你青番椒啊，係咖喱，然後你細你誒豆油誒半件叫做咩？咗豆油盤，豆油盤。別人講，當一個你都冇講嘅，我別人都全部講啫，就係你物件啊。你豆油誒，細地盤啊，特別講。啊，豆油盤啦。豆油盤，哎喲！你講地件 ，actually 我是被梅蘭是意思是呢，啊地件是潮州話本來成個是地啊，特別我出來是叫我人叫豆油地嘅，豆油地是細地邊人叫豆油地。哦，你又是愛地含住另外一本叫豆油地本。啊，對，你細了地 sauce 細你薄件就我就叫豆油地。特別我記得聽人講伊地是潮州話嘅，所以有聽跟人可能冇咪講地。所以人潮州人那地件。係啦，講咩是地件嚟計嘛？係咯，地件咯，對，所以地件咯，我能叫佢做豆油地哦。係，我知你潮州人實在是失敗，袂曉聽，袂曉打。我潮州人嚟。都袂曉打。我是半屆潮州人。半屆潮州人，因為我是半屆潮州人，特別我會福建話較好過我潮州話。我是半屆潮州人，半屆客人，特別近嚟曉講福建話。我是半屆潮州人，特別我係講客話好過我潮州話。潮州話。我全都是，我都客地本嚟嚇。有客了個都像哦。那你有客，我爸是客人，我媽是潮州人啊。我媽我是潮州人。你結果講福建話緊。係咯，咱結拜福建兄弟咯。係咯。誒，真冇 key 啊 number。但係你咁樣看到人已經是 subscribe 咧，好啦，時間我未 subscribe 過咧，但 subscribe 咧，看到你噔 key 出嚟啊！我看你準備去做啊，係你啊，應該。Hello， 菜爹媽。誒，菜爹媽歡迎。Hello。哇，你 headphone 做咩事個包硬硬嘅？哦，係叫咩？你 cable 嘅 organizer。哦，所以你未拍㗎，你夾，你係有包起來啊？啊，是哦。哦。你乜去波？菜爹媽？我只早去啊，幾百年冇去啊。嚇！你幾歲啊？你幾百年冇去啊？啊，我300歲啊！幾百歲，我話幾百歲啊。咱300幾歲人嗬？係是哦。定到我去來行時，我佢哋去邊計去錯過啦，未去好過時。你就去菜店媽，去架菜店媽俾阿平。冇啊，點解我哋開菜店媽啊？就是啦，伊家開菜店媽，特別其實又講，誒我愛吃過啊，我俾吃過。有貨冇啊？係啦。是啊，你手高啦，閒。福壽糕，福壽糕啊！你一袋你係咁啲係咪夾另外夾出嚟啊？誒，仲乜看過阿片？哇！OK，幾年啦 ？OK，我俾聽阿杜麗咪講阿片，你告訴你。冇告訴啦，咪看到阿片都看到人俾啦。做咩？人哋地就講定啦呢？樣嘅，人哋有高的，有些禮拜是天星，些禮種係啲啊，真貴嘛。啊，俾禮拜，人俾禮拜人講。啊，咩有參拜人講嘅啊？哦，對，俾嚟博多啊，博多。你G8，博多咯。食加我食。氣壺腸。博多啲得咯。椰子等等嘅啊。椰豬肉。哦。
It's like a bribery 嘅款啊。哦，都係誒阿平時阿平時 consider 打打嚟啊？對，cannabis 啊。你冇阿平時即係我阿平時 opium 啊 ，opium 啊，講嚟 opium。特別我問你到底啲咪是阿片是打打，阿片咪是阿片掉阿片掉緊東嘅。緊東。冇，我愛貴，你愛貴，你關啲啲嚟落借雞。100 gram。你我聽到我係講說阿片了，我係講是中國。聽到都冇安尼嘅暗講厲害。聽到我叫我試試下呢，我都看我講說阿片呢。我就是講我講說，我做你看。我做你看，安尼伊阿片啊，然後你咪一直見緊呢，我冇看過哦。哦，所以我學過。即係嗰啲 museum 嘅看到啊。哎呦，我講有一支，哎呦，應該係燒起來定到時。你睇冇啲啦。I don't think 有啊啦，我講先你這年啊。去吹花，哎呦 ，antique 嚟哦。對咯。依個伊個灰釘啊，伊個就釘你看你就。啊，上家迄個韓那幾年嘅啊，哈。嚇？韓那幾年？迄個韓那幾年幫白鴿有嘢叫你釘啊。要釘。以前咧我一釘啊，你看你等就玻璃你冚嘅。哦，你個玻璃掛嚇？伊玻璃掛冚嘅，你我係叫我講咧，伊就夾一支鐵機，然後你好識機嘅鐵機，你就卡淡薄嘢，你淡薄你講搖過啊邊嘅啊？特別我講咧，我講唔正咗別嘅，你我即使我細漢，我是唔知5歲6歲，可能5歲特別我講我個貴老本我15歲16歲，我講個貴先嘅，所以伊度伊個歌係一首係歌，然後都嘅，結嘅就打呢，誒就。cut 一彎出來，真係講怡保講個真便宜哦，宜來行，你度夾去補，你度補伊，你只胖嘅話補嘅時，我就驚味，所以明白定到本時我變 addict 嚟，定到時細漢時，嗰時我係幫到補伊，我變你阿片補伊度補咧，就只胖嘅，你我講到擦呢伊索講，伊自己索嗰啲啊，伊整入面要整坑㗎咋。整一隻表，整一本表啊，整一看，吐伊迄個，我就捏住佢啊。有時候，伊就夾一個烘到啲灰，嗱，我灰落起來，伊烘然後呢，一邊嘢啲掃，伊就想有煙有煙出來，然後呢，就掃伊煙啊，掃伊煙入去，伊就想撳掉想我用個 inhaler 先，嚇啦，就其實，嗱 hold 掉我 breath 嘅時嚇，就 high 咗嚟頂啊！我講是中國都數阿平價落嚟一邊啊！阿 John， 我看你零號，你嘅羅精號，你話佢冇做嘅節目了嚇？拎到羅精啊？就拎的零啊！係咩錯？你話佢冇做特別了嚇？哦，真係估咯，佢就年咯。有，就是演的，那種是呢。係咪演的？哦，你個對調啊！我唔想要做，我有心想要做，是講我而家冇影嘅。你冇心啦，你。我心是有啊，影啊冇點聲。有心而力不足。呀，我冇影啊！我什麼我特做，即係跟住啱咩？阿 John，你唔是冇影，是嗰另外一個冇影。冇，我是行做係冇影嘅。做工嘅做冇影嘅。我嗰隻字 volunteer 工啊，所以就一你嘅搞物件。你 impact 上對啦喂 ？impact 係咩啊？你講邊啲學嘅嘅，學路係咪 impact 嘅？哦，路人。嚇！我哋我 presentation 差唔多俾搞啊，特別點解冇 time for 講浪嘅 impact 嗰度，特別你實講下。講條 volunteering 啊，John，我會使啊，講我 volunteer 學邊啲學見嘅 class to promote my culture，會使嘅當 volunteering 嗰時寫啲 resume。
都係寫面唔會使。OK，我寫。都係寫面唔會使。因為當見嘛，我愛畢業啦，愛隨工啊。哈哈。然後我愛隨media會工啊。哦，誒，你咪安怎？阿婆，你直接教我做咯，去 promote 咯。啊，是啊。啊，會使。你會使看 promote 咧，即係 OK。So why target audience 啊？係你咪隨看安怎 promote？你 promote 到啲馬來西亞嘅？不，tapi why audience 當時啲馬來西亞啦。特別 anyhow 你咪隨掉會曉聽嘅人就掉咯，無差不多跌得落去本好咯。你看你使啊，會使啊。你咪 take over 你 Instagram account 啊，是啊咩？但是慢慢傾先，我當見我做功課。你同教講你 proposal 或者是再做。OK， 會使。會使，我時間即係話 mention 然後等個字咁啊時間。哇！阿 John 我 happy 啊，成日 take over Instagram 啊，所以咪個 update 嘅 Instagram 是唔是？啊冇啦，我特別咪是 update 會 show 嘅。誒個 related content 成日叫我幫我二奶行嘅時候，應該一波嘅。你諗下，嗰隻會講個別人咧，別人一波啊，按nhau咧，按nhau冇去過一波，按nhau冇出到聲。有捌去過。啊，我唔知我有食過迄一個叫啥物啊？蛋茶。茶葉蛋哦。唔是，伊是一碗了，伊是有迄個茶了，伊下一粒哈，下一粒內好人嘅。哇！伊內是色無色？色誒，哦誒，內啊茶葉蛋後邊伊會湯是茶啦，你會使啉嘅幾碗，食落去真飽。伊茶是啊，做成個燈籠蛋，佢哋比賽啊？嚇，你裡面甘甘嘅咯，甘咗嘅咯。甘啲嘅。伊嘅內是已經白了嘅啦。白了咧。伊殺色了白了嘅內啦，伊內有掉惡去，可能係茶色去哦。有啊，變惡咯。變惡嚇，變惡。哦，你看你啊，伊成平時成燈籠蛋加入內去啦呐。伊佔了隻骨咧啦。應該是吧，有隻歷史啊。特別你啲咧出名咖啡店，伊無講嗰個咖啡店有嘅喎。是。哦。唔是嗰個有。我去食是叫啥物天津茶室啊，天春咖啡嚇，敢若有呢喎。我朋友帶我去食嘅。我捌聽過，特別我唔知啥物茶。你講咧，我捌想去。蛋茶。蛋茶哦。伊有可能伊歷史上可能伊啲殺啲女嘅後加落去，但係你唔知，一去 serve 伊人，伊個什麼，你食哇好食，變咗唔識味啦。啊！邊別是你物件，一個另外一個 friend 就是伊個有賣賣間東。間東啊？間東係個大麥啊？間東嚇。啊！誒間東我見知哦。間東 instant 看人家講。哦，間東好了，間東。當時嗰隻間東麼？當時嗰隻間東。食一隻巴誒。間東都細漢食甲大漢。間東係神丹。哦，kelapa sawit，no kelapa。kelapa sawit。gula Melaka。Yo, oh my god。Kepala。你唔覺嚟嗬？龍狗出嚟。Gula kepala。Gula Melaka。Gula Melaka。tàu ghé này đi khi po bắt bay cầm bóng lúc khi po cầm bóng à lúc khi chồng ha lại có mùi li ba vậy kia đó hả cầm vậy kia ô lúc bây khi cả ipo vậy mình đang聽到講係ipo好係什麼啊，是啦。哦，是啊，嚟講下，攞人將除掉，人將梅掉咪。我咪說是喂。哦，琴榜是去叫四人請四人起來啊。係，後面數嘅做嘅做嘅，看你名字啊。
啊，可以嘅。佢每個交女用無，交沙停無。因為日日做特嘢，愛做3年啊嘛。哎呦，แล้วตัวไป做3年ตัวไปเขียนจ้ะจะไม่ใช่ตัวไปกี่เที่ย我愛問一塊係咩物件嘛？OK。survey 啫。塊需要個需要咩物件咯？แล้ว你經驗上，แล้ว你到底一波得一間？你咪是一波嘅人講講好啊？講講好啊！你又講講好啊？我頭先就冇咩講。啦，你讀靚嘅比較講講好啊？識少少咯。還代表啊？係咩？我講話是 limited edition 嘅。你DKL 按怎叫物件食哦？係咯，我係 limited edition 嘅講好話咯。我咪是明白啦，我哋明白啦。這邊講好啊，冇咩好講，唔係講冇咩好講。哇！怪這本哦，就是但我聽的是哪查某應該是哆來咪加奧鳥啦，搞掂。แล้ว加奧蒂都啦。我冇講嘅啦。你係講講我識聽，但係唔係好識講。แล้ว這係點樣大個玻璃股嚟嘅又講話啊？住冷鐵頭面嘅滴彈啊！唔是話。Sorry，我啲係死啦，冇估。一隻很招大亂，好似我啲講話是什麼 ？Sorry。阿 John，就是叫啊。我係講兩件我娘，我乒乓球喺你嘅落檔啊。我去那邊擺咯，แล้วอี那邊是喺你巴肚嘅了嘅嘛。แล้ว我行吼，我看到喺你一巴啦，我 feel 到，我 feel 到伊啥 attract 我看喺一巴嘅所在，แล้ว OK 咯，แล้ว我是個翕照影嘛，แล้ว我翕起來喺一巴，我看伊 attract 我對我翕咗後，我看到一個伊按照講嘅啥一個形出來啊。冇事，佢留 next topic。Second producer 出來了。然後伊是一個形出來了，我看你形是一個紅光嘅形啊，一個紅光是我吹冇喎，我唔知點到了。你讓我time 個嘛？我吹。嚇！你吹一嚿啊！會使。แล้ว我叫阿韓 post 喺 Instagram。按怎二波嘅豆嘅較肥較低？伊會煮嘅數。這不是伊人嘅癖嗎？因為伊波是加波嘅酸，係咯，是 mineral。所以伊是生時候，伊滴滴是伊度肥啊。伊 mineral 技術，所以伊只隻錢嘅是伊度肥啊，肥，那麼講肥哦，直接乜講？我聽過。肥，直接唔捌聽過肥。直接是我冇聽過。白嘅白上啊，白啦，上呢少下。我冇聽過。白。來，用這 make a sentence。就是講白。藝術。啊。係咪藝術哦？啊。係咪藝術啊？OK。hợp啦。For example。乜嘢啊？教練。哇 ，John，都條情節你擺咯。個擺個等褲咯，佢當咗頭殼。我邊個其實個活到裏邊。對，係意思係啊，OK，攞嚟多啲 para 係冷仔搖啊，一個冷嘅搖啊，加擺佢嗰一個冷。然後加起大，加擺搖啊俾。較白。較大意思啊，較大意思。較大啦。較粗個，啊咩是肥粗。粗大。粗大，所以成個即係預報誒豆嘅。冷嘅豆嘅咧，冷嘅豆嘅是。
生嘅豆嘅地超時嘅，山山等等，女女。đó sao bình thường này bình thường nuôi nuôi có阿婆啊，哥咪咯，大家玩看看下，大家行看啫，大家我睇阿婆胃口啊，即係佢哋 broccoli 度邊，哎呦， broccoli。Did you go broccoli？ 你食嚟嚇？回家，回家都回家冇面嘅，回家。Yeah, Sagittal what? You cauliflower。誒 cauliflower 學嘅話叫做咩嚇？菜花，芽菜花。桂菜花。芥拿菜花，芥拿菜花是 broccoli 嘛？高麗菜花，高麗菜花，對，高麗菜花對。即個火車講一波嘅告訴。一波啊，我告訴跟他講了。即係係咪你是去一波特別是食咩？一個我未記翻啦，一開是叫做昆崙喇叭啫。哦，古農喇叭。古農喇叭啦，要俾你炸涼嘅啊。แล้ว要尋雞卡啊，所以發現雞卡是我食到最好食。呀，雞卡，雞卡。特別無食嗰邊咧，嗰咧是。你淡薄 brown 啊，對，是你好食就好食，炸涼就好食。炸涼係咩物件嚇？炸涼咪是一用豆腐係嘛？是嘅，用豆腐。哦。嗰個大樹腳係乜事啊？咪是出名。大樹腳冇想下，我打貴子我較貴啲啊。故意小吧所以炸兩是成個特人嘅咁樣即用豆腐，肯定係叫炸兩。啊，一炸。一腳也一炸，一豆腐也一炸。哦，你住上卡哦。大樹蝦，大樹腦筋哦。對，腦筋。要地小吧，我屋企自己小吧，別食好食。嗰隻物件，有個人食，有人無食，我唔知人聽過哦。一波查某較水過人，第水個是一波查某。有啊，聽過嚇，聽過。是。有個人食，有人無食嚇。好，我特別猜一下咩物件？辣椒。一波靚女嘛，定當人識下你是人講一波出靚女嘛，但人識用一波瑪麗這個位。哦，唔知喎。我試下條聽人講嘅，人講一波靚女真濟，代表大漢我可能叫一波靚女 OK 呢。哦，我冇聽過一波瑪麗是特別到底坐巴士位啊？你去叫你一波瑪麗。騎車去一波誒，嗰個嗰時坐巴士，嚇，我邊年坐到 KL，嚇，你一直要內在我一個休息嘛，一個滑掉嘛，嚇，一個困咯，嚇，你佢啊一波暫時一無困咗，然後佢佢其他當做馬鈴時啊，一請嘅一講一波，一波，你未騎車啊？對頭嘅。แล้วจ้าก็ลองกันแล้วสิเดี๋ยวปาตาบาเลโอดิไดรเวอร์冇啦，呢個劍仔呢，會冷路咧，唔制。哦，誒，รู้當到底邊兩借去一波幾點鐘啊？巴士3點鐘啊？冇啦，4點鐘哦。免啦，4點鐘多啊。你去話話，about 那隻火車。less than 6點鐘。你放得快啊！未啊，我放。speed limit 咩啊？我是坐巴士哦，特別穩定。你去加林波，你才坐卡好時巴士，去一波啊，一巴士較上誒。上裝誒不是講上卡，有你卡好時林波誒巴士上誒。24 seat 嚟啦。一波嘅哦。有我知。咩色嘅？有 bunga raya 嘅。對 bunga raya。啊，然後有一個真出名係咩？真出名，真出名啊！哎呦，我未記哦。伊有公司嗰啲差唔多上嘅人見，我講聽一巴士。伊公司啊，嗰啲人家己。
伊不上名，不上高德个咧，特别上公司。yang個就招伊巴沙冇交巴嘅時候，伊招學到換巴丁巴去。你俾單嘅時候，學到 receipt 呢，冇學到 ticket 呀。你去喺車站嘅時候，剛學到伊單伊巴士單。迄是 agent 嘅單，迄是 agent 嘅單，你去高德買都冇聲。咪發生會啊？高德冇係咩啊？高德冇學到單嘅，往去高德嘅。伊冇學到 ticket 嘅。我到一波你不出在 MC 叫咩係咪在呀？阿文仔啊，阿文仔。有啊，但我講嘅一半嗬，咁咧我講白狗幣啊，應該仲講白狗幣是係古靈，白古靈，白狗幣。但我自講唔知是唔是白狗幣，我不聽佢就係 YouTube 又得嚟聽到講白狗幣是一補嘅，是一差個幣是差無甜嘅，你知哦？你講話，開車啊？你知做咩是叫白狗幣哦？唔知啊！我見你講白狗邊，我有見過白狗邊，上邊嗰個邊嘅。較薄個狗邊啊，對車都咁你較薄，較重嘅是較薄。較薄咩冇？我只係見你哦。我今日你你咖啡較少嘅。冇啦，加結咧。較結啊？加結。伊會色，伊個邊會色較嚟呢。伊個味嗬，甲香過檳榔，檳榔是有影是個鼻哦，係啦沉古靈嘅，但係伊煲嘅三口都無香咯，未曉講無香嗰啲啊。我冇咩，我頂時自己做 cold brew 啊。所以啊，好啲嗎？好啲嘛，特別伊咖啡嘅淡啦，我哋乜盡嘅了。哦。because cold brew 嘅咖啡 content 嘅高嘅。當機嘛，按摩伊人講蝦米啊？蝦米 bullet coffee 啊？伊是咖啡入去泡牛油嘅啊？啷個有啊？一落來，本來是啊，一落來炒咖啡咁咪是係牛油嘅，放牛油嘅嘛？呀，蝦米啊？哦 ，bullet proof coffee。哦。我叫因為我爸的，我爸甲伊朋友樣有參做者做樣個叫咖啡嘛，炒樣個叫 recipe 嘛咖啡，我爸嚟研究咖啡，所以要賣我頂當時我包呀，我去炒對哪一行咧時我就包，我就做燒嚟咯。食胖咯，喲！我開一店起來是味所以咖啡味較胖。哈！你個比我都該食喎，較甜喎。你 roast 嗰隻鵝少 ，roast 隻鵝嘅咖啡都冇人搞。你 roast 得古伊咖啡都較鹹嘅。你講對啊，你講嘅款，燒較古了較少嘅咖啡啊，對吧？對嚇。我伊無得對講是 call 就是。我裡面個比 roast 嘅真係甜嘅哦。啊，就邊咖啡冇人當咯。我別怪啦，我裡面 special， 我裡面個嘢啊。我啉 double espresso 我弟弟嘅困嘅哦，特別都關事本啊，啲成個關事嗰時。喂，爸爸個咧咪成日冇參個 B 嘅，阿咩俾困咧啊，俾困咧啊，咁樣泡就個 B 嚟，關事啊喂！誒，你弟弟講我俾佢啉個 B，我去泡個。我俾小蛋咯，全部講掉個一波啊！我只看，才點啊？冇咪講掉。阿涵，我冇咪知。阿涵，ใช่一波，我知道。你想咩？啊，一波是糖水街。哦，有我是個啉糖水哦。伊糖水街啊是幾條路嚇，有 ice 咖醬啊，有看糖水啊，迄麥粥啊，蝦米八方芋啊，蝦米都有嘅。有啊，幾條路誒。哇！你 instant pot 會做啊？做物件叫雜果，伊是用果子做嘅，ice 咖醬嚟。哦。哦，這都講到啦，這都講到。雜果雪。咩啊？แล้วอีโป้ไอซ์กาจัง啊，唔是係古靈嘅哦，依樣是係椰嘅。椰漿啊？啊，椰漿嘅。哦。咱是係迄個 evaporated milk 嘅時候。啊。你特別伊本係紅豆咩啊？啊，是啊，特別伊無係古靈咯，伊係椰漿。哦，我特別去伊波好是隨我嘅 uncle 呢好，特別我冇咪去食過。我不到去時我要對咯，我招人去啊！我招你
開車做在去。會使，有真正真物件食，我去邊到底去食呢？喲，我愛啊！真正真物件食，明年真正對哦，明年真正對是貴差唔多貴啊四隻字啊，貴啊真正是幾多？我食落去。好了，你後尾佢就水你浸文，就拖你浸文咧。啊，你坐 EDS 嘅。到時我咪坐巴士到時咧，你坐車面叫你。叫你放其實可以放啊，停唔要緊。你18嗰條褲落去。啊！你問你Nike問我左湯。哎呦，我夾數隻人嚟數嚟。一般先開是嚟 animation 吧，到底喺邊一個係掉嘅？哦，馬路加堅尼加開嚇，我唔捌去過，我冇面上去啊。最佢南西區嘢嚇 ，animation 吧，南西做 animation 嘛。單止嚟是每個。係一個。一波一個單咯，咱其實係會咱愛貴了單咯，梗係到一波嘅嘛，係單咯。如果哦，你單啊，你羅王，切羅王，特羅王。我即個物件我有兩個故事俾講，我頭一個故事就是我有到到 KL 對邊靚嘅時候，我後尾嚟頂車，真正咩成個時話。一環賣 V， 我那是無錯；一環賣 V， 一掛過我咯，送介咩位件食咩邊我個介咩我苗見咯，你愛撞啊嘛，係你撞先咯。等陣我交單嘅時候，一到冰起一攰頂車。喲，到冰起啊！哦，係啦，嗰隻刀是單咯，貴了單咯，accident， 貴嚟單咯，冚架了。誒，人叫我帶單咯，頭前搖燈，所以我佢入去一波嘅位，แล้ว行山路，唔知我行。地咗個行一點鐘嘅路到趁入到，古路咯，古一波古路。真正遠。領導我較濟時去一波啦，我較濟去一波是本是行古路嘅咧，我去一波嘅點時啊是線路未好過嘅咧，咧。啊，貴過啦，更沙係啊。特別係等嗰邊啊，今年過年嘅時嘛是有 accident 搬嗰邊到那邊，過塔車嘛嗰邊。我特擺時間都俾過單咯，就是差唔多俾搞咯，我記。就是哦，係差不多係搞嘅。點解會8條？真正按怎講啊？真正傻估咯。特別係搞單嗰時啊，往啲困啊，點叫往車？哦，係搞單啦，起來看。開開。因為咱平常冇單啊嘛。係啦，出名啊！咱無安尼看你單啊，所以咱無安尼看你咧。對。啊，是啦。你去東京有識條啊？你一半啊？嚇，得嚟？係個 Udine Square 嗰邊嘅，依家嗰邊嘅。哦，咱貴橋咧，邊咱東京係咩貴淡薄咯？你食古較有啊，先去橋啊，是個有。聽到咱去一波特別過 ferry 行古路，行到去到來一波就話咱4點鐘啊，4點鐘拍地。加油，聽到？行古路是點，可能個美國車呢？是講完古路。早大擺你過啦，更沙嘅時你會驚啊！你看到伊當啲迄個炸、迄個山嘅時，你感覺到伊山會感覺到會倒落來啊！拍照係啊，拍照嘅咯，係咯，你真驚嘅喎。我真係自家看嘅。係啊，佢是乜嘢？actually 但仲冇啱邊講當見大概呢出邊後，定當咪是有拍照嘅嘛。แล้ว我特別過係我係爸有一個親戚是到啲下邊山頂會摘菜嘅，所以我特別行過伊個 quarry 啊，行過啲拍照嘅區嘅位咋。然後我真驚，我真過咧酷死，我冇去過，直到一彈咧，噗，彈咧咧細嗰啲啊，一趕落出去啊，被炸咧啊，所以我計驚，我到底係咪是炸掉我咯？我到處會聽到本啊，我到處會聽到本嚟聽到砰，然後咧你會看到煙咧，拍照。啊！我嗰一項物件冇講到一波，就是伊個海伊個無咧港嘅線，伊只咧Sungai Perak，即係河啊，大人河啊，無。嚇？
一頭多粒，一大頭蝦。大頭蝦。烏冬咖啦，啊，只水蝦多多，有陣時伊嘅去吹，但冇成椒，然後呢，伊有係咁樣嫩落去咧，伊係清清嘅嫩。一熟。哦，你是個，你第是個咩魚啊？係，伊個大頭蝦。我個是個，伊是唔是伊係白成個 lobster 呢吧？好啦，是古細細頭大大。我是個隻咯，喲，我是個隻，你做吹伊你是唔是係成個淡薄嫩，然後又去吹清吹，然後呢？唔是清吹啊，即係椒誒，伊係椒。你係有陣時你個在殺米粉。呢個珍珠啊嘛，有白咯，這款蝦是唔是？啲巴生嘅珍珠啊。我見隻咯，我梗係估冇隻咯。巴生嘅珍珠是唔是比賽嘅小個定？啲肉細嘅。開車，你冇隻過哦？唔食過，唔捌咯。喲，好靚哦！我免甲魚波食了，咁你講咁你真食了。隻水蝦，再水蝦可以吹咧，係咁樣嫩到啲頂面。在你記住咧，見你都對邊咧，去巴個什麼隻？一定好。哦 ，OK，但係特別我哋厝人只係是去，哎呀，我唔知叫到到真會嘅。古蘭嚇？阿 John， 住叫啊？過啦，哇，唔知啊，住叫啊？冇到嘅。哇，你最近冇對嚟啊？係咪嘅？最近冇對嚟好了。冇，我面呢個對啊，面呢？面呢啦？你講面呢？面呢都是對嚟。新疆。哦，我看有黃波嘅人看。佢都識做唔識做？都識做咧。你冇生咧？係啦，我看你係不打爆冇打爆啊！啊喂，冇都未見。我看你鬥嘅弊咗啦。我不來，我見到嗰個嗌。鬥嘅都係新嘢啊，叫追嘢嚟講。鬥嘅歌啊！冇換 life。哎呦，你講咗 life。OK，大家各位聽眾，若是講浪當這邊看錄條，嚇，本來好勁看錄條，但是你平時冇 subscribe 嘛，其實 subscribe 係number key 嘅啫。你有時如果第一正啊，若是你第一 subscribe 第一正嚟講話有現條錄音，咪是你對條通，你能YouTube 對通知你。然後個有我講咩啊？特別我冚大事是講咩？哦，對，特別夾邊，對，我即報告啦，特別夾邊啊！這禮拜是按鳥啦，個一人按鳥，按地都，按火車，按雷咪，喂，阿偉哥，然後你留得阿妹，然後佢按七隻馬，按豆嘅，咁樣按嘅，拜拜，按國中。哦，國中嘅，誒，這是幾句啦嚇？這是我喊一個有特啲 Skype 下邊嘅大頭，了解，夠阿偉子咧，冇啦，小打。搞笑！阿你咪多多兩笑聽嘛。